係久違嘅公園散步 vlog。臨上車之前買咗最近好中意嘅白桃味 Rooibos Tea， 係 Family Mart 旗下出嘅茶，有好多種唔同嘅水果口味都唔錯。今次要去嘅公園由市中心出發，大概30分鐘車程左右就會到，意外地好近。一出站口就見到有 Lawson， 決定去睇下買唔買啲食物。前排通人嘅時候喺車見到城北公園菖蒲園嘅廣告，原來5月除咗繡球花之外，仲係菖蒲嘅季節，而且大班有好幾個地方都有專門嘅觀賞園。諗起最近好耐冇去公園散步，所以決定今次休息日要出遠門。途中會經過城北商店街，可惜今日係假日，所有鋪頭都冇開。沿路有好多店鋪門口前面都有種繡球花，都係盛開嘅狀態。可以喺商店街嘅路燈上面都見到有菖蒲嘅標記，好有當地商店街嘅特色。去城北公園嘅交通好方便，喺 JR 北公園通站落車之後轉巴士或者行路前往，行路大概1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，所以我揀咗行路。終於見到疑似目的地，雖然仲未到入夏嘅時間，但係行得耐都係覺得好熱。好奇心推使我又想行樓梯上去。係一大片嘅草地，另一邊仲有好幾個家長帶住小朋友玩緊拋接球。每一次見到河岸邊嘅行人道同公園，都會覺得好有一種我喺日本嘅感覺，好似以前睇動畫同漫畫時候會見到嘅畫面。唔知會唔會有人同我有一樣嘅諗法？呢邊鄰近伊丹機場，所以可以見到有飛機降落。時間差唔多要起行去今日嘅目的地。菖蒲園嘅最終入場時間係4點30分，而家講緊已經3點啦。沿住池塘行去另一邊，就會到我哋今日嘅目的地菖蒲園。係今日第2次見到盛開嘅繡球花。終於到我哋今日嘅目的地，果然因為假日而外地都有唔少人。喺門口售票處買完入場券之後，就可以直接入場。城北公園係位於大阪旭區，原定村河畔係大阪市內面積較大嘅公園之一。公園除咗有一大片草地、步行道同運動設施之外，最出名嘅係每年盛開嘅菖蒲園。呢邊比較係偏向當地人散步嘅公園，平日人流唔會好似京都熱門嘅景點咁多，好適合慢慢散步同影相。公園內種植咗超過250個品種，約13000株菖蒲。由於唔同嘅品種開花嘅時間都有差異，所以整個花期可以維持住一段較長嘅時間。喺日本有唔少庭園、公園都會特意種植菖蒲，原因係因為佢代表住初夏、雨季同季節轉換，係一種充滿季節感嘅花。喺關門之前啱啱好行完，雖然人有少少多，不過影相方面唔係太大影響。出到嚟嘅時間仲早，所以決定周圍行下。上到天橋可以一眼睇晒成個城北公園。
既然上到嚟天橋，天氣又咁好，反正行返去車站都要時間，咁不如行過去橋嘅對面，再搵車坐返屋企。平時如果時間許可嘅情況下，我會唔睇 Google Map 周圍亂行下，有時候會有唔錯嘅體驗。大約行咗10分鐘左右就過到對面。如果唔係慢慢行嘅話，應該可以再快啲到。太熱啦！一見到有便利店，即刻衝咗過去買雪條食。係我近期好中意嘅一款雪條，有蜜柑嘅果肉喺中間，超級好食。成功揾到巴士上車，雖然唔係坐返屋企嘅巴士。梅田到着，準備入客。雖然已經6點，但係個天都仲光緊。手頭上嘅菲林啱啱好影完，所以決定順便去曬個相。喺等拎相嘅途中，決定去卡拉 OK。本身想叫呢個同 Donkey 合作嘅薯條，但係竟然賣晒。另外佢仲有卷薯條，但係都賣晒，點解會咁㗎？第一次喺卡拉 OK 叫朱古力飲，意外地幾好味。我有先發現原來佢隻杯前後都有圖案。叫咗活動期間嘅可樂劇，超級好食。等咗1個鐘之後去拎相，跟住返屋企結束今日嘅行程。今日嘅散步足足行咗15422步，比原定嘅仲要多，超滿足。